英國一個人有咩做？2日學揸船就可以攞到證書，然後去歐洲度揸船。上年生日我一個人走咗去考船牌。E1 手動引擎船，基本上唔會講廢話，直接就上船教噶啦。當日有2個叔叔同我一齊學揸船。到船之後，我哋每人輪流操作。你有方向感嘅話，基本上一定冇問題。Day 2終於學真正嘅 powerboat，教練都會簡單講解下船嘅結構，然後就係最興奮揸船環節咯。你會學得識泊船、轉彎、拋纜、救人。最難嘅部分就係窄路掉頭，好彩嘅話真係會全身濕晒。基本上全日都會有充足嘅時間俾你揸船。另外仲有呢一個好得意嘅侏儒島，係曼城獨有嘅，唔需要任何經驗，只要你夠12歲，你就可以去考牌啦。考完牌之後就可以去歐洲租架船，然後出海玩啦。全日最開心嘅部分就係呢一個高速轉彎，簡單啲就係現實版嘅飛車。興趣嘅朋友喺下邊留言 boat，即時 send 俾你所有資料。